你哋而家睇到呢個情況都知發生咩事啦，要殺死黃泉啦！我40零呢，終於打得贏你啦，黃泉，希望跌啦！喂，唔係講漫畫，唔係講漫畫，差少少，我黐線，頭先我依隻火呢個水精靈卡到佢個頭頂度，卡到個頭頂扣成20啊！超好彩咯，卡到佢頭頂咯，超正啊！哇，跌唔跌呢？好感動啊！求你啊！我食咗2粒石啊，我3粒石啊，大佬跌啊！唔該。Yes！ 哇！哇 ，cap 張圖先啦！哇，正啊！哇，我超正咯！哇，好彩我個火精靈卡到佢頭頂，扣成20萬，首先98千萬10萬8萬200萬啦，好彩！哇，黐線嘅，數嗰啲啊，哇！我都唔知可以講咩，可以再哇，超正！正啊，真係我唔知可以講到啲咩，開心到哇，太正啦，太正啦，太正啦，簡直係搞到我想食一隻翼龜先，哇，超正！真係唔知可以講乜嘢咯，正到咁嘅點啊！食2隻翼龜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、2、3。等我將佢拆到極運嗰陣時至返嚟啊！嚟啊！進化！次嘅臨時片段就到咁樣先啦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基友就 like 未訂閱我嘅就記得訂閱啦。咁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